刚刚老师 OK 了吗？好了，差不多了。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走。好。哇！不好，得马上把毒吸出来。来，导演组，赶紧上，赶上！这你会中毒的。高腾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2组听见，来，1、2、3，动！啊！过了吧？准备拍结尾。打得不错啊！打得不错，胡老师，刚才动作可以的。导演，我外甥打得怎么样？哎，将门虎有你的基因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没有，有一点失误。别谦虚，别谦虚嘛。我史蒂文希格的徒弟，我的外甥他能差了吗？外甥随就，是好玩，对，是真的不错。我当时选角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可以，有眼光，导演有眼光。导演啊，你不是还有5部戏吗？哦，是啊，5部是。那我们都有希望吗？都用他，男主角，未来的好莱坞明星。啊，好吧，是啊，师兄这么帅啊！我们后面几部戏的演员都定好男主了。什么？该看回放了是吧？岳老师，来，我们看回放来，补个妆吧。换角，别管。罗老师，您看，演员还是有点小瑕疵的，鱼腿，啊，哎，就这腿，但外甥没当好，所以呢，我想重拍那一条。刚才那一腿是你吃的吗？是。外甥，也是你能踢的吗？你爸他打。导演，那个节日的吻戏。导演，有事找你。什么事儿啊？出事了，导演出事！你干什么呢？要我给那个演员喷颜料到嘴里，颜料不能吃的呀。我还不知道不能吃吗？我在你包里找一瓶差不多颜色的什么油，就给他喷。谁让你动了包了？不要猜这细节。你拿什么了？你的植物精油啊。这不是植物精油，这就是植物精油啊，一模一样，黑色的。不是啊，那是什么？不是植物精油。等会儿你喷在哪里了？嘴里啊。谁的嘴里？演员嘴里。啊！你喷在嘴里了？喷嘴里啊。这不是。他在哪里啊？他在化妆间。哎呀，疼啊！怎么回事？岳老师，不要激动。咋了？对，上火了吧？哎呀，上火怎么上这么大呢？哎呀，咱今天也拍不了了，真的很可惜。我现在出去有点事。导演，我心理建设做好了，可以亲了。你不用亲了。不是导演的，不是我的，导演拍得拍。哎呀，这是我不知道啊，这是什么？我看这是。别装了，就是拍到你的油变成这样。我没见过这东西啊，就是你真不是我的，你包里找什么？导演，这个该拍不拍了？拍啊，都准备好了。哎呀，这妆化了，这边过来，哎，胡老师妆化了，跟我一切顺利。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有人啊！我告你啊！你别告我，你舅舅也会打死我的，你还告我？我说什么你才能信呢？往我嘴里拍，可能不行。拍。
好贵的。哎，没事儿，我就说吧，是你上火了，还找你舅舅了，你舅舅不许你啊，不懂事儿呢。想办法喽。这个动作，啪，这样这速度要快，知道吧？女主，临时给他上戏，把这个背过，对吧？哎，导演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是这样的，这结尾有点变动，让它含着一个东西。含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定情信物。定情信物？没有这个东西啊。我临时加的。临时改写。导演，你有才呀！啊，工作嘛。来，好，来开机，来26场一击一次。好，准备，来3、2、1，走。亲爱的，你醒醒啊！你不能有任何的事。啊，是他。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我送给你的那一根雪茄，它被你死死地含在嘴里。我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了。哈克，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不完整的开不了机系列，你们能看到它呀，归功于你们的点赞以及字幕表里全体人员的牺牲奉献。如果大家希望我们拍第2季呢，请继续用点赞3连来鼓励我，我会想办法。搜索片场日记之杀不了亲，热播正当时。